有唔少單車愛好者會用碳纖座管，但擔心可唔可以安全咁用我哋嘅產品，所以我哋做咗仔細嘅分析同專門嘅測試，總結出以下3點。第一，碳纖桿嘅縱向抗彎強度好高，正常情況下可以承受極限載荷2000牛，大概200公斤力或者以上。一個15千克嘅背囊對佢造成嘅負載唔超過佢極限載荷嘅3%。第二，安裝我哋嘅搭具連接器，必須要用埋配套嘅軟膠墊片，咁樣可以有效分散壓力，避免座桿出現應力集中，從而減低損壞風險。第三，資料顯示碳纖維座桿嘅鎖緊扭矩唔可以超過6牛米。我哋用咗扭力扳手做過多次實際測試，結論係喺確保產品功能嘅情況之下，最大安裝扭矩最好唔好超過4牛米。